化局必须要保存一个原汁原味的眷村文化园区。水交社当眷村必须要接受时间的考验，整个做一个新的规划的时候，我们留下眷村的记忆、眷村的痕迹，对我们国家的历史是很重要的。它承载了很多人的记忆，它慢慢变老，可是这个建筑里面的故事一直填充，一直让它到饱和的状态，重新整理。可是很多建筑物的纹理啊，或者是那时候的建筑风格，都还是可以依稀看到，就是那个时代人们生活的脉络。看到好像有适合小朋友的那个飞行馆，我觉得还蛮不错的。对，因为我们水交社真的是，从落寞到现在哈，真的是已经发展到很多，从每个季节都有活动，从大到小都可以带着我们的亲子来我们的水交社文化园区来观赏。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欢迎收看市政3分钟，我是林依婷。你知道水交社园区的前身是空军眷村吗？台南市政府文化局保留眷村原有的建筑，并结合历史保存水交社的记忆。然而，现在更结合艺术与人文，将首度举办水交社晴空艺术园区，是暑假小朋友的好去处。水交社晴空艺术节将于8月1号登场，为期3个周末。来这里不仅有艺术舞团表演可以看，亲子互动游戏可以玩，还有市集可以逛哦！快来这里看看眷村与艺术蹦出的新滋味吧！现在就让我们来听听文化局长怎么说吧。我是台南市政府文化局局长叶泽山。今天要跟大家介绍一个非常好玩、有趣的一个艺术节，叫做晴空艺术节。水交社是空军的故乡，这边曾经是空官住的地方。那必然的晴空是这些空官他们架设飞机翱翔于天空的颜色，所以我们特别用晴空艺术节。那从8月1号到8月16号，连续3周的周末，在我们水交社文化园区里面有很多精彩的活动，包括晴空市集，另外还有你曾经想要当空官的梦想吗？那么我们请大家来当一日的空官。怎么当空官？教大家折纸飞机。折纸飞机是很专业的一门工作哦，有专门的人教大家折纸飞机，让大家的纸飞机可以射得更高更远。同时，我们还有很多戏剧、舞蹈的表演，都在我们周末的假日当中。欢迎所有爱好晴空的朋友们，不要忘了8月1号到8月16号周末的时候，来到我们水交社文化园区。大家好，我是秦碧纯，欢迎收看中嘉台南地方新闻。下面有一连串的新闻报道，带大家做伙来关心。为抵制客家动保教育园区，当地里长谢金超日前透过议会来订正，并且组自救会向市府来递交订正书，而且佮发表几6篇的文宣，并且将箭头指向客家区里长联谊会，透过负面的文宣散播不实的资讯，而且佮运用进前里长签名来议会节目，涉嫌不法。因此，里长联谊会上午嘛特别召开记者会，发表联合声明。客家为着要去这个动保教育园区的主题下，伫规划完全拢还未成熟，可行性的评估拢还未过。之前竟然当地里长谢里长，伊会发起着自救会，这自救会当中，伊一定会做文宣。伫第1版、第2版、到第3版，真无赖，伊攻击着无支持活去的里长，伊来纠参这个里长，做出非理性、无公平的做法吼。第2点，这政治下自救会咱谢里长，伊误导民众，伫拢还未完成之下，伊竟然在咱编出讲偌济经费，会当多虑偌济。迄落要用路照啥，这是拢无需要的自控啦吼，因为大家拢清楚嘛，你评估都还没过，还没通过，何来的经费啦吼？客家区里长联谊会会长陈明南强调，因目前阁是徛伫个公正的立场，因为客家动保教育园区目前还阁需要进行可行性的评估。里长联谊会除了要求市府要提供充足的资讯，甲民众沟通说明以外，同时嘛呼吁自救会
面对公共事务，应该保持理性。地方的建设到底是好是歹？等待市府可行性评估以后，才召开公听会，共同来讨论。至于自治会涉嫌恐吓、甲公然侮辱的部分，里长联谊会嘛将保留法律的追诉权。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市府规划伫客家设立动物保护教育园区，但受到当地里民甲里长的反对。反对的民众也伫日前成立了自救会。31号上午，自救会将近500名的民众抓着布条仔来到台南市政府来抗议。会中侪位议员也拢徛出来为民众发声，要求政府爱听到人民的声音。有可能是抄其他部分的哦，所以呢，咱下骹是无清的哦，无清的公墓顶管咱所有咱的流浪钱，你想，万讲阮的市民不安啦，阮的市民若不安的时，阮的乡亲一定不安，阮的乡亲较会安心。自救会会长强调，伊毋是反对，是希望市府会使倒甲地方来沟通，也应该爱多元的选择场地。阮毋是反对，阮请市府你重新评估多场址的去设计嘛，你袂使讲用伫阮的低洼地，客家都咧饮水啊，你要搁用伫低洼地，然后产业道路也非常狭小，你是安怎浪费公帑，要搁去征收这个地，啊，搁有。公墓的边啊，就是渔温啊地，会去影响到养殖业。我着即几点甲你讲。市府一开始由着农业局长谢耀清来接受抗议书，但是这也引起议员甲民众的不满，认为市府无诚意。对此抗议的民众也开始想要突破警方，引起了暂时的混乱。最后由着副市长赵清惠出面，承诺将换这个计划，同时多元来评估其他的场地。甲阮迄个农业局拄拄有做一寡参详，咱的诉求像讲即个案，咱是毋是有来时间来暂缓？啊，经过像讲里长啊有咧讲多场子的评估，咱甲这所有意见拢来纳入，吼，啊来甲较对乡亲佫做一寡说明。暂缓的部分吼，咱即摆先来，确定啦，暂缓啦。确定讲咱即个案，就是即摆伫进行的部分，咱先来暂缓。但是除了自救会以外，客家也有里长联谊会发出声明，呼吁自救会的成员应该理性来讨论。但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第50届全国技能竞赛9月17到21，将伫台北南港展览馆来登场。劳动部今年扩大规模，首次举办专题会期的团赏。第3站31号来到台南，由劳动部长许明春亲手将会期团赏给台南市长黄伟哲、甲云林、嘉义县市政府的代表。大挥三下，加油！加油！加油！谢谢部长，好，给我们同学满满的鼓励哈。好，接下来请部长交接给市长，我们先让媒体捕捉一下这个画面。谢谢市长呢，今天也真的是特别拨空前来，慧琴，加油！加油！加油！谢谢市长。即将要举办的这个全国技能竞赛，刚好是我们第50届的比赛。那今年也刚好是我们加入国际技能组织第50周年哈。那所以呢，我们特别举办了这个会旗传递的一个活动。那么一方面就是希望将我们技能的这个价值跟荣耀能够一站一站的传递下去。那当然也为我们9月即将登场的这个全国技能竞赛来暖身行销。那我们会旗的传递第一站是7月15从桃园出发，那上一个礼拜是在台中市那今天第3站来到我们台南市，那非常谢谢我们地主我们台南市的大家长，我们黄市长特别拨冗出席那还有我们云林跟嘉义县市的代表也来共襄盛举。世界技能竞赛是2年一次，那
全国技能竞赛是每年一次，所以去年我们台湾选手参加这个世界技能竞赛有非常非常好的成绩，好5金5银23优胜，好，那总统跟院长都特别嘉许，显示台湾选手在技能职业技能这个项目是非常非常耀眼，在世界上是居于很有竞争力的地位。那将来呢？我们今年办得好，明年这个迎接这个再参加世界技能竞赛，也一定会有好的成绩。也就是说，平常训练打底然后每年都有竞赛来打底，未来就有好的一个发展。劳动部表示，今年全国的技能竞赛，青年组有50个职类，青少年组有13个，全台将近1000名的选手竞赛。优胜的青年将有机会代表台湾来出国比赛。今年拄好咱国加入国际技能的组织50周年，劳动部首次举办全台会期的团赏，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所属的5个分署来接力。第一站对桃园来出发，才刷到台中、台南、屏东、甲基隆，最后也将伫全国赛开幕动工，转来到南港的展览馆。希望大家做伙来为台湾的技能加油。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每一年都会伫桂林文化中心举办的新风艺术节，今年拄着文化中心整修，也将活动刷到七甲花卉园区当中。今年以着心花意放为主题，规划一系列花艺活动，包括花艺舞台、花乐乐艺术体验区等等。其中艺术体验区也将以美术馆的形式，甲艺术融入社区，让民众体验到大自然甲艺术的结合。来到七甲园区哈。已经这个是第20年了哈。那从20年前到现在，我们从归仁的这边的七甲花卉艺术节已经打响知名度。那今年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我们到8月1号、2号，但是花是1年4季有不同的花可以开。那我们也很高兴，也很期待各位好朋友一起来七甲，一起来归仁，能够看看漂亮的花七甲花卉节，我们应该很多是着重于地方的花卉艺术创生，那也有很多的艺文表演活动能够跟花卉节的元素结合在一起。希望今年办得好，来年办得早，也办得更好。这届的活动上大的特色就是整个七甲花卉园区的业者拢会共同来加入，提供店内的空间，让民众来参与活动。那在这活动期间我们都有很多小盆栽跟很多小朋友可以 DIY 的东西都会拿出来展示展售。那我们当天的活动里面呢，也有很多小朋友的活动。那因为场地的关系我们这里腹地比较大，所以我们小朋友的活动都会集中在每一家园艺的那个店家里面，只要它里面比较凉的地方，空间比较大的地方，我们都腾出来，让小朋友在里面，有的可以欣赏画作，有的可以作画，有的可以做音乐，有的可以做 DIY， 有的可以做一些盆栽，很多很多的活动。那希望我们民众在8月1号、2号，礼拜六、礼拜天这2天有空就到我们七甲花卉区走一走，可以报复性的旅游，然后我们这里买一些花回去布置家里面看了心情也会快乐。活动将会伫8月1号到2号登场，除了艺文展览以外，也将会邀请在地艺术表演团队登场来演出。文化局表示，虽然现在文化中心正在整修当中，但是有缘会持续举办艺文的活动。台湾新闻郭博宇采访报道。阅读连结亲子，携手让爱飞翔。欢迎您大手携小手，来场亲子阅读派对。敬请锁定每晚8点半第3公用频道《带人爱读册》节目。
台南市教育局伫今年首度规划办理儿童艺术教育节，7月中旬伫南美里活动中心精心安排为期1周的树林国小书生版画特展。百货业者知影有这个展览后，特别甲树林国小取得联系，决定将该展览刷到百货接续办理。因为刚好在市政府那附近展览的时候，那大圆柏知道这个讯息哈，那也来问我们树人国小的作品有没有机会也到我们大圆柏这边来做展览这样啊。那我们也觉得非常好，因为台南在地的学校，然后因为大圆柏又地理位置也非常的棒哈，又有很多人来参观。那刚好又6楼又有一个才艺教室，也可以让我们小朋友的这个作品哦，又有更多的机会可以亮相哈啊，对我们小朋友来说，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啊，也让大家来欣赏我们树人国小非常特别的这些版画作品哦。位伫后壁区的树林国小，学生人数虽然无到100人，但依照美术教育，和学校为面临裁并，到现在蜕变成为深具吸引力的特色小学。尤其伫版画教育，更是表现突出。常常伫比赛当中得奖，指导老师吴洪昌表示，因为版画特殊创作方式，会当让学生为创作过程当中增加自信跟兴趣。很多孩子到了高年级的时候，他开始遇到所谓写实的问题，绘画起来会有一点觉得有一点压力，或者有一点觉得说无法表达他想要表达的，所以会遇到挫折。那借由版画来让他产生兴趣，尤其很多孩子画的可能不像，但是刻起来印制之后呢，会很漂亮。因为它兼具绘画跟雕刻所谓手作这两边的一个配合的一个手法，所以等于他有操作啊，有绘画，那会增加他的成就感跟兴趣。伫现场展览的版画，拢是学生为日常生活中发想创作而成，真容易让观赏者为作品当中感受到学生的天真快乐。我画的是我们学校老教室后面的白鹭鸶，因为下雨过后，老教室后面的田野满满都会是白鹭鸶，我觉得很漂亮，就把它刻了下来。我在学校的树上看到很多的独角仙，我觉得很可爱，所以就把它刻了下来。运动会的时候，就是那个有参树团队来我们学校，让我们体验爬树。所以那个爬树的那个是你吗？是你。树林国小书生版画特展，目前当伫咧台南大远北6楼展出当中。展览一直会展到9月12号为止。民众现在来到百货，除了会当消费买物件，阁会当来看展览。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位伫咧西门路小北仔附近的巷仔内，这间类似洋房的咖啡厅，不管是门口或者是店内，不时吸引袂少的网美或者是网红小正翕相打卡。原本想讲这建筑物是老屋重修，不过后来才知影是少年店长薛玉珍家己的设计规划。因为家己少年时爱出国，因此有了开店的梦想。因为我还蛮喜欢出国的，所以我出国都会看一些当地的甜点店啊，或是咖啡店，他们的一些风格，然后也很喜欢吃国外的东西。那也可能是因为常常很喜欢在外面吃，所以就会有一些想法，就是想说，那我以后的店想要怎样？无讲你唔知，原来薛玉珍是韩金婆婆甜点店的第3代。因为自细汉看到厝内人做奶酪布丁，妈妈做互家己的外妈食，因此伫咧用料甲食材拢先实在。现在家己自创品牌，嘛坚持同款的用料。虽然厝内人一开始烦恼少年人的创业，现在看到淡薄仔成绩，总算是较放心。他在外面，他就是因为对咖啡有热爱，所以他都是去一些大间的那个咖啡店去做。然后有一天他跟我说，他想要开店。我想说你根本没有什么经验哦，要开店可能会，我觉得是有一些困难。好，那时候我想说，你先回来帮忙，好，然后就是当中去学习。这个是我们店里的招牌，那它是点心盘，很多客人来到我们店就是必点就是这个，然后这个是伯爵戚风，
那上面的奶盖它比较不一样的是，它是用北海道10胜奶霜跟鲜奶油下去调配的，那可以吃到有点咸咸的味道，搭配我觉得奶茶的蛋糕体，那整体吃起来比较不会那么甜腻。位伫巷仔内店面虽然无大，内面只有8条桌啊，上济会用容纳20个人。不过条悬4米7的空间却真舒适，加上巷仔外的光线，也无怪吸引袂即个完美甲网红想要进驻甜点店。台南新闻林根张硕维采访报道。住伫安南区的李涵阿嬷，因为查某囝伫今年5月份破病过身，即马家己一个人请养2名外孙，也因为李涵阿嬷平常时啊只会当挖靠爬蚵仔过生活，赚的钱无偌济，要饲孙仔真困难。台南市议长郭信良23号甲林滨里副议长李中琴议员、黄丽娇议员服务处、叶志明区长以及陈瑞鹤里长前往关心，并且捐助慰问金5万块，希望会当帮助因度过眼前的难关。阿嬷呢，因为她的女婿呢，在几年前因为病痛而离世后，那个女儿呢独自一个人抚养2个孩子，那非常的辛苦，就要投靠娘家。阿嬷呢也义不容辞呢，将她一起来顺便带。结果呢，这间厝嘛刚租的阿嬷嘛真辛苦。那几天前呢，她女儿突然的病逝，那留下的2个儿子。我们除了关怀以外，我们的里长呢也特别呢积极办理他的低收入户。台南市议会副议长还有李宗成议员、王立昭秘书呢和区长特别来颁发慰问金5万块，希望唤起社会大众的爱心。里长呢也将发起的募捐一笔钱，助这个呢孩童渡过难关。李涵阿嬷的囝婿伫个6当前过身，想袂到这43岁查某囝，嘛伫个顶个月因为肺病来过身，留下2名15岁，也阁有10岁的囝儿。今年15岁的兄哥原本想要放弃继续升学，早一天出社会趁钱来分担家计。好佳在经过议会、社会局、区公所，也阁有当地里长的斗相共，募得10多万的善款，互囡仔会当继续安心去上课。这也互阿嬷非常感激社会斗相共。我足感谢大家，这议长啊，个副议长，这歹势我若讲无够的人吼，因为我较袂晓讲这，我会紧张会惊。感谢大家社会大众的帮助。这个里长也很辛苦了，里长我里长是第一无用的去甲处理伫个即落咱的低收入户，这是较重要。这2个囡仔是非常会晓想，因妈妈要死的时，搁写搁甲用一个物件去器官捐赠，搁有取美去处理，所以这非常囡仔非常了不起。所以里长就尽量会当考虑社会资源，来互这2个囡仔一直去鼓励，去读册安尼。议会即届来除了捐赠5万块的慰问金，另外也委请社会局甲区公所会当多多来协助，帮助阿嬷申请到各项补助。嘛，呼吁社会上有爱心、想要斗相共你阿嬷的朋友，会当向当地里长来联络，互囡仔未来学业之路会当顺利完成。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感谢你收看《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陈碧纯，咱再会。